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越講越有料，每日為你播報最新香港娛樂八卦。提起 TVB 中越老越有型嘅男神，絕對少不了三哥苗僑偉。早年佢喺《學警雄心》《使徒行者》等電視劇中飾演過嘅警察角色，正義有型嘅形象早已深入民心，絕對係師奶殺手。而最近有傳聞，人到中年嘅苗僑偉竟然破產咗，到底點咗？聽小編來講。64歲嘅三哥去年曾帶上太太戚美珍留加拿大近1年時間同子女團聚。早前黃日華曾一度喺社交平台曬出一張同三哥多年前嘅合照，並留言道：兄弟想你了。事隔3個月，三哥喺近日返香港，即現身同好兄弟相聚，可以見兩人嘅兄弟情深。日前佢相約黃日華、盧海鵬、林建明、連炎輝、羅蘭同夏雨等一班圈中前輩聚會，更趁機會為戚美珍慶生。三哥三嫂更當眾親吻，非常恩愛。近年雖然三哥處於半退休狀態，但保養得相當好，身材同容貌一點都冇走樣，再復出拍戲演阿 Sir 都依然好有型。識於微時嘅三哥同黃日華相識超過40年，從無線藝人訓練班開始，互相見證住對方成長。前年佢哋就一齊作客 TVB 節目《豬朋好友》，歹談昔日拼搏點滴。期間黃日華更公開感謝好兄弟陪伴自己走出喪妻之痛。我最失落最無助嘅時候，三哥收到呢個消息就第一時間問候我。跟住落嚟個幾個月，佢好多次朝早打嚟問我起身未，去食早餐去飲茶。佢喺呢段時間陪住我，開解我。同埋我太太切玲同出殯2日，佢都好有心到場打點一切。三哥都好義無反顧揾位，所以我喺呢度多謝三哥。講話無需要講太多，做兄弟嘅支持你、扶持你、開解你，我覺得呢樣係任何錢都買唔到。眾所周知 TVB 最愛打包藝人來捧紅，深入人心嘅無線五虎將苗僑偉、劉德華、梁朝偉、黃日華、湯鎮業都曾因此紅極一時。苗僑偉出生於浙江舟山，6歲時隨母親移居到香港，自幼便同母親相依為命。17歲時，父親患上癌症，失去工作能力，佢自覺唔係讀書嘅料，便為幫補家計而輟學。佢當咗3年木工學徒，因唔滿師傅嘅刻薄而罷工咗1星期。恰巧喺電視上睇到無線電視台正招收新生，因好奇便去填咗報名表格。憑藉高大嘅身材同俊俏嘅長相，佢成功入選第9期藝員訓練班。同學有黃日華、馮耀宗、吳麗珠、姚鳳詩等。最初佢只係擔任跑龍套嘅角色，但好快便被力捧，同湯鎮業、黃日華、劉德華、梁朝偉並稱為無線五虎將，自此升上一線，在劇集中幾乎都演主角。例如《射雕英雄傳》，其中正是由黃日華扮演郭靖同苗僑偉扮演楊康主演，天下無不散嘅宴席，同樣娛樂圈中亦冇不散嘅組合。無線五虎終於無法逃脫呢一不變嘅定律，後來5人合作出演咗電影《五虎將之決裂》。呢部影片將無線五虎嘅每一位成員嘅演技發揮得淋漓盡致，就似呢部影片嘅名字一樣。無線五虎自此分道揚鑣，各奔東西。原本佢喺 TVB 發展前途一片光明，但到咗1985年，正當紅嘅苗僑偉同劉德華為自由唔肯續簽5年長約，於是激怒無線高層，佢隨即遭到咗雪藏。1987年，被投閒置散嘅苗僑偉開始投奔影壇，並投資創立咗藝視眼鏡有限公司。1988年，苗僑偉主演咗電影《江湖接班人》，飾演退休江湖大佬三哥，因而有咗昵稱三哥。進入90年代後，隨住同無線電視合約到期，三哥亦決定唔再續約。
反而將全部精力放喺日漸紅火嘅眼鏡生意上，為此適應咗好長一段時間。喺退圈後嘅15年裏，佢嘅眼鏡生意越做越大，在內地嘅銷量亦相當唔錯，甚至進軍國外，狂賺咗近3億。可讓人冇想到嘅係，2004年46歲嘅苗僑偉卻突然宣布復出。唔少人猜測佢係唔係公司出現咗啲問題，但據苗僑偉所說，佢之所以喺46歲時揀擇復出，只係因為生活太無聊，想要繼續挑戰演戲。唔過亦錯有錯着，由於復出拍戲，佢喺2007年左右將眼鏡公司頂包俾親戚經營，因此逃過咗經濟危機一劫。唔然真有可能要破產收場。講起當年同苗僑偉組合大火嘅銀幕情侶，除咗被譽為電眼美女嘅太太戚美珍之外，仲有最美黃容翁美玲。當時無線將當紅小生苗僑偉同翁美玲打造成咗一對金童玉女，兩人一口氣合作咗《天師執位》、《楚留香之蝙蝠傳奇》、《決戰玄武門》、《生鏽橋王》等4部劇，人氣亦憑咗 CP 嘅爆火節節攀升。可惜喺1985年，翁美玲喺屋企開煤氣自殺。悲劇發生後，翁美玲嘅粉絲接近失去咗理智，除咗怪罪同翁美玲剛分手嘅湯鎮業，仲紛紛指責苗僑偉同當時佢嘅正牌女友戚美珍，直指係戚美珍喺背後耍心機，導致翁美玲想唔開而自殺。可事實上，翁美玲作為多年嘅好友突然離世，苗僑偉比好多人都要心痛。雖然苗僑偉同戚美珍背禍多年，但係兩人仍然喺1990年修成正果。婚後4年，戚美珍先後為苗僑偉誕下1子1女，一家4口嘅生活非常幸福。兩人結婚至今已經32年，難免遇上摩擦，但感情卻有增無減，依舊甜蜜如初，從未鬧出什麼緋聞。原來苗僑偉有自己嘅一套婚姻保鮮法，佢認為男人簽婚書時承諾照顧老婆一生一世，呢便係責任。夫妻相處要互相忍讓，忍過咗就冇事。離婚2個字唔可以隨便講出口。面對外界，佢從不吝嗇對老婆嘅讚美，更無論如何都站喺老婆嘅一邊。比如早年戚美珍因生2胎被批肥真，苗僑偉則直言唔中意太瘦嘅女人，常誇太太有福氣。大女兒苗彤同小兒子苗俊外形都相當唔錯，可堅決唔靠父蔭，各自有各自嘅事業，忙住自己嘅人生。而家走入半退休狀態嘅苗僑偉同戚美珍都十分享受呢份安逸。唔得唔承認，苗僑偉確實係由內至外都咁有型嘅真男人，真心羨慕三嫂。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